1992年，美国、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，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业者就近设立简单的加工厂，就安尼入去北美的市场免缴关税，所以才定定较严的原产地认定标准。但是这个协定对以出口为主的台湾来讲，真不利。感情大连的台湾团结联盟，2001年8月12日正式成立。当时还有国民党党籍的前总统李登辉嘛到现场致意，向尊称为台联精神领袖的李前总统，伊表示，因为政党政治无清晰，致使政党恶斗，去挑故意的人来操作运用，让人民失望。伊期待这个新的政党会当发挥稳定政局的力量。2015年，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一座抗危险化学品氰化钠的仓库，半暝2摆发生大爆炸，爆炸威力就亲像3栋和21栋的黄色炸药同款。加上仓库离主题区敢若只有600公尺，所以造成165个人不幸死亡，8人失踪，798人受伤。2公里以内建筑物拢总毁掉，惊人的画面甚至连人造卫星拢看会到。